要紧的问题来讨论啊。啊，阮邀请的专家啊，安排的题目啊，包括社会、教育、历史各方面啊。啊，咱同齐来讨论现此时台湾国家社会上硬斗的挑战啊。啊，这13场的讲座主要是阮即个欧洲美国所的洪主委洪主委教授规划的阮即个洪教授真有心真骨力安尼敲把柄促成今仔日即个13场的活动所以咱今仔日若讲听无够开也是讲无满意后边年过来未来即个半年大家差不多逐个月拢会看到阮的活动伫即3个所来举行除了现场了后阮即个线顶有直接的放送公司的台语台来做录影的转播所以阮希望讲安尼活动会用推广学术的讨论咱看电视毋若立法院也有即个研究院会用看所以阮今仔日第一场即个题目是台海安全中的美国的角色阮邀请阮中央研究院欧洲美国所的林正义教授来甲阮主讲林教授之前捌做过总统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咨询委员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副主委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即个执行长所以伊是咱国家即个国际政治两岸的关系的专家林教授讲了后，煞咧阮邀请东吴大学社会系潘欣欣教授来甲咱做讨论潘教授若是咱社会调查两岸关系的专家咱即摆甲咱时间交互林教授。台湾安全美国的角色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咱会当看见对我来讲美国的角色最重要的那是这个法律法律的规定，因为美国重视法律，无论是这个台海危机，还是这台湾安全，都要有一个根据所以咱知影咧过去1955年到1979年，因为有这个中华民国甲美国共同防卫条约以这个1978年12月这个卡特总统来通知台湾以这7点钟以前来通知半暝来通知蒋介石总统7点钟以后来宣布美国甲中国要来建交，因为根据这个条约的上尾条第10条就讲到一冬了后，这个条约就来失效
1979年4月，这个卡特总统来签署这个台湾关系法。所以到今仔日为止，恁讲美国甲台湾的安全有怎么款角色的扮演？这个台湾关系法是介重要。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有讲到，就是讲美国甲中国的建交是有一个五盲，这个五盲就是讲中国爱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甲台湾的一寡无共款的意见，而且佫有讲到，咱讲中国用这个封锁还是杯葛，非和平的手段来对付台湾的这站，这个是对这西太平洋的国家造成安全的威胁，美国严重的关切。所以这个台湾关系法然后有讲到，这个美国对台湾这个军事武器要安怎来提供？咱讲当台湾拄着危险的一站，美国的总统要紧来通知美国的国会，做伙来想出一个方法，安怎来采取适当的一寡行动。以这个川普以这个2017年到这2021年4当做美国的总统，伊有签署2个甲台湾有关系的法律。第一个是2018年台湾旅行法，就是鼓励要求美国高层的官员会当甲台湾高层的官员会当更较自由来接触以这个美国政府的机构内底无需要以这个国务院还是国防部外口这个民间的所在来见面。所以这个台湾关系法就是讲到美国甲台湾这个高层的阁员还是部长应该爱去较自由来接触。第二个川普签署的是台北法，这台北法就是讲到，因为台湾拄着外交哪来孤立所以一寡抑阁侵入台湾的国家，安怎鼓励因会当甲台湾来维持这个外交的关系，互因有拄着困难的一站，会当有较济的一寡保障，还是保护，还是强化。落尾讲到就是讲这国防授权法，这个是每一当12月美国的总统都会签署，这个国防授权法。这个国防授权法其实对台湾的安全原来是足大一个重要的根据。咱迄点会当看到，这条图就是讲以这个中美共同防卫条约的一站，美军以台湾为差不多将近2万人，慢慢来减少。咱知影讲即马这美国的军队可能有差不多40几个人以台湾来协助训练咱台湾，无论是陆军还是其他特种作战的部队。所以人数是足少，但是美国甲台湾的关系，以这个国防授权法内底，原来有规定。头先有讲到这个法律的规定，去年12月拄选前有一个辩论，这个辩论内底就是讲有两个总统的候选人赖清德来问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以这个去年的12月20，讲侯市长，我拄想到要来请问你，美中台的136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咱并无听起有回答吧，不过咱知影这个136对咱来讲，咱有哪爱知影？就是讲有一个台湾的关系法，这个足重要。有一个3个公报，美国甲中国以这个1972年有这个上海公报，1978年有建交的公报，1980年有这个巴伊斯公报，就是讲以这个中国来保证
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台湾的一寡议题。美国以这个前提的下骹，伊愿意减少卖予台湾的武器，这是817公报6项的保证，这6项的保证，即马慢慢为过去本来是一个电话的记录，并无即个完全书面文字的记载，慢慢为电话记录变做文字的记载，佮慢慢拜登总统，即摆拜登总统还讲着美国伊有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是讲美国对台湾甲中国有一个6项的保证，尤其是对台湾6个保证，咱迄就是讲甲即个卖予台湾的武器，什么款的武器要卖予台湾，无要事先来甲中国来参详，卖予台湾的武器，阮也无有一个时间点完全来结束，佮2项甲即个台湾甲中国大陆的谈判有关系，美国未来予台湾有任何压力来甲中国来谈判，美国阮也未来参加台北甲北京，变做1+1+13方的谈判，阮也是要，另外的2项甲台湾的地位有关系，就是讲美国对台湾的地位，虽然讲是无外交的关系，但是对台湾的地位无啥物改变。台湾关系法内底有讲着，讲着就讲美国对即个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政府，还是所讲的东西，会当来适用于台湾的身上。另外来讲，即个无要来修改台湾关系法。即个国防修关法，咱会当来看，这个是今年今年即马拄会考虑的，咱知影，咱头先讲着是讲，到今年的12月，2025年的开始以前，有一个国防修关法，内底有特别讲着，就是讲爱继续来提供台湾武器，还是其他这个地区的国家一寡军事的武器，另外就是讲着讲，以这个2019年，这个川普总统答应要卖予台湾66架的 F-16，因为受到足侪的关系来延期，感觉真正会担忧，但是伊有特别讲着，讲爱予台湾做较进一步的简报，而且这个 F-16V 要安怎飞到台湾，以这个过程中爱安怎来处理，都有讲着。这个国防修关法，咱头先讲着，就讲每一档的12月，都是总统有来签署，过去签署就是讲美国甲台湾爱有这个军事网络安全的合作，以这个去年阮也讲着，对台湾的训练还是提供一寡意见。还是讲对台湾的军队安怎来提升伊的力量，另外就是讲中国啊，阵讲来侵略台湾，这个经济的冲击爱有一个独立的研究，另外佫有讲到就是讲对美国总统来讲，还是美国的国防部来讲，伊要时常来保持美国的能力有法度。因为唔惊这台湾要有足侪自卫的能力，连美国阮也有这种的能力，阮也爱有这种能力，会当来抵挡以这个足短的时间内底，台湾被中国来侵略，变成一个既成的事实，以这个2021年，阮也有特别讲到，就讲到讲，以这个国际的一寡经济的组织内底。应该对台湾的人民，伊的就业还是伊的机会，应该被考虑。咱知影就是讲，以这个不管是联合国还是其他联合国专门的机构内底咧，足侪有这个翻译，但这个翻译当是无台湾
一寡训练出来一寡口译会当来翻译的专家的机会。但是这2021年，伊这国防修管法内底有特别讲到，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是毋是会当有这种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就是讲较无好的可能性。台湾以后对日本，台湾以后对这个菲律宾，都有这个骨牌的效应。咱就骨牌一张一张慢慢倒落去。另外一种就是讲军事的观点，这军事的观点就是讲台湾是足重要，毋惊这个麦克阿瑟，而且到即马，阁有足多专家因来研究。恁讲台湾需要中国来占领，中国一定将台湾变成一个军事的基地，从这中国军事的行动会当向这太平洋来推进，超过400公里，超过400公里是到台湾的东部，遐有港口，不管是花莲还是首尔，但是来讲，伊对这西太平洋海的顶端甲海的地骹，当然对美国、对日本、对菲律宾、对澳洲，都会当造成一种的威胁，军事的威胁。另外一种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就是讲，到底美国国防的资源的运用，到底是乌克兰还是台湾较重要？美国国际领导的地位是怎么款较重要？毋惊这台湾的晶片、半导体，而且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Antony Blinken， 伊有讲到50%全世界这个货柜轮，的交通是经过这台湾海峡，每一天差不多50%世界的贸易原来是经过这台湾海峡，毋惊台湾，毋惊这中国大陆、日本甲韩国，甲东南亚的国家都受到足大的影响。伊阁有讲到70%一寡较高端的一寡晶片，都是以这个所在来生产，以这台湾来生产。所以头前就讲到，就讲台湾甲乌克兰，啥物较重要？这个物件是这个台湾内底有一种的讨论，而且美国有2个智库，这一个智库是 Hudson Institute 哈德逊研究所，另外一种就是马拉松Initiative 的倡议，2个机构智库的主持人。一个讲乌克兰较重要，另外一个讲袂使，咱来将这资源来抗议这个台湾的亲像，对这个台湾这个半导体，是毋是爱保护，是毋是爱事先来迫害，还是讲无需要迫害，有法度为足远的国家，比如讲这个荷兰ESMO 有法度来控制，咱讲台湾万一互中国来侵略，会当为外口来控制，或者咱这个半导体有足济生产，无法度去继续，所以咱就知影讲台湾所处的地位是毋惊这个军事，也阁有这个其他高端的科技的问题。对台湾来讲，咱的前线，咱要有一种了解。就是讲，咱即摆前线已经毋是以这个金门，还是马祖，还是澎湖，还是台湾本岛，台湾的西环，台湾海峡的中线，咱知影就是讲2022年，中国开始来跨越，来而且变作逐日啦，或者讲逐日当伊的军机当会当以这个中线的正手边来飞行，毋惊这个中线台湾海峡，也阁有这个巴士海峡，台湾甲菲律宾的中间这个海峡，台湾的东部就是最近5月23、5月24，这中国的军事演习，而且台湾的东部毋惊有军舰。也阁有中国的海警、海上的
警察啦，那像海巡共款以这个台湾的东部来出现当然讲台湾为蒋介石过去要反攻大陆，落要变成那来防卫家己，那就是一个 porcupine， 那就是一个刺猬台湾爱考虑，就是讲无法度100%来甲中国以军事顶悬来比赛，爱用较重要，会当对中国有一个不对称的建立的建立那就刺猬同款。这个是过去1996年这个克林顿总统咱第一届总统直接的选举这个国防部长 William Perry 伊建议这个克林顿，就是讲唔惊一架的这个航空母舰的作战群，而且要有第二架的航空母舰的作战群，所以就特别为这个波斯湾来派来到台湾这附近来所以你会当看到就是讲顶悬一寡中国的演习的所在较红色的部分是这个2022年，因为这个 Nancy Pelosi 他来到台湾中国伊这8月初4伊来军事的演习，有11粒的飞弹以这个台湾的东部台湾的西南部加台湾的北部来对台湾对台湾来吓惊咱头前讲到，咱会当看到对台湾的北部、对台湾的东部台湾的西南部，就是高雄的外海中也阁有一个保守海峡，一个军事区这个阮相当有这个菲律宾有感觉这个惊吓美国伊有2个条约的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伊即届的演习内底，当时受到这个中国飞弹的威胁这个是中国飞弹发射的所在，就是讲到伊这个8月初4开始演习72分钟内底，第一粒到第11粒，当然这日本是讲有9粒啦但是咱的国防部是11粒的飞弹以这个72分钟内底来试射这个飞弹这是最近今年1月咱讲台湾有啥物代志，全世界爱付出足济经济的代价这个物件是美国这个国家情报的负责人伊的报告，而且咱头前讲的国防授权法内底，国会要求美国的政府已经要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讲，当台湾受到中国的封锁，还是受到中国的侵略的时阵，对全世界经济的冲击咱看见这内底伊的比较，有过去这个1991年这个波斯湾战争有这个全球金融的危机2009年还有这个新冠肺炎2020年，你会当看到就是讲，不管是这个911这个恐怖攻击的事件，还是这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都完全无法度甲咱看见红色的部分来比较。伊讲台湾来侵略受到中国来侵略，这全世界的经济差不多有10兆美金的损失。咱一档内底，全世界的 GDP 差不多101兆的美金。伊差不多有10兆，就是讲10%，全球的经济会受到中国来侵略台湾，来占领台湾第一档伊的损失。咱讲中国是用这个封锁，
差不多5兆的美金的损失吼。这个是咱看见吼，这个中国甲美国伊的 GDP 的对比啦吼。GDP 的对比，咱看见差不多2022年2022年，差不多中国差不多是美国的73%吼。这个2023年旧年差不多变做差不多70%吼，因为这个两个国家这个经济成长的比率无同款，所以不管是73%还是70%，都会当互咱做一个比较的一个基础。这个修昔底德的陷阱吼，这个是这个北京的领导人习近平常爱讲的吼。伊见面拢讲到，讲美国甲中国袂再进入这个陷阱内底。美国甲中国无必然一定会战争吼，无必然一定会军事的冲突吼。即摆就看到就是讲，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最近这几冬慢慢来减少，有一本册就讲到吼，咱讲中国经济增长也是4%，差不多要到2039年吼，可能上少要到15年以后中国较有法度超过美国。咱讲中国的经济的成长，每一档是5%，差不多2032年12档以后会超过美国以这个国际关系内底有这个权力转移的理论，这个就是讲这个挑战者甲这个美国伊的比拼的比较，咱讲超过80%美国的国力的时阵。就开始出现，这个权力是毋是哪来哪接近，哪来哪平衡？这个时阵两个大的国家军事的冲突的可能性会变大台湾甲美国有一寡重要问题有这共识，就是讲第一要维持台湾的现状，台湾甲中国的协议一定要有台湾人民的同意。中国袂当使用武力，而且使用武力，中国无法度来成功。台湾袂再因为无法度来抵抗，来接受这个妥协，还是这变成投降继承的事实。当其他国家要来救台湾的时阵，但是台湾首先来妥协，这个是袂当。台湾海峡的和平甲稳定是国际社会无论是安全。甲经济的兴旺，唔通欠少，袂当欠少要素因素两岸台北甲北京爱和平来对话，台湾爱有基本防卫的能力这个是咱大总统以这个5月20就这个演讲，就这个演讲内底有讲到维持这个现状，有讲到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宪政。有讲到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来隶属互不隶属讲到中国，讲到台湾当讲到台湾有88届讲到世界40几届，讲到国家35届民族和平稳定所以咱看起来是讲遐所讲的一寡较关键。一寡语言就着北京真正的攻击伊不管是这人民日报加这个新华社，因都有这个评论员的文章来攻击咱去看到这张，就是讲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政的体制要来带领国家永远真正的重担中华民国台湾的未来。要有2300万人民共同来决定咱头先讲到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来隶属两岸的未来新的政府来坚持来共款
过去蔡总统所讲的4个坚持其中就是讲要维持这个现状，来呼吁中国要共同来维持台海甲区域的和平甲稳定，要停止对台湾一寡文字还是语言的攻击甲武力的吓惊，来确保全世界免于战争的惊吓。而且伊有讲到赖清德总统有讲到，就是讲建议会当为中国甲台湾的观光旅游甲学生来台湾来读册，会当来学位来开始做伙来追求和平共赢。这个是过去过去咱看见同款的话语，毋惊伊即个马英九总统竞选的时阵，伊是坚持主张台湾的前途，一定要由台湾的人民家己来决定。2014年这总统府然后有一个声明，就是讲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之下，台湾的未来为2300万的人民共同来决定台湾的未来。伊这个做总统以后，伊这2008年11月7日，伊讲台湾的前途是毋是由台湾2300万的人民来决定？马总统讲当然是。伊讲咱已经选总统，已经有这个立法委员，当时国会咱家己来选举，所以台湾的前途难道会当为别人来决定嘛？当然要由咱台湾的人民来决定，这个有啥物问题呢？伊讲这点，伊完全都无改变伊过去的想法。伊阁讲一解，台湾的前途是要由2300万台湾的人民来决定。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的演习，去年蔡英文总统4月，以这个加州来见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凯文麦卡锡，伊即摆已经落台但是伊去年的4月，咱中国对台湾，中国对台湾一个联合利剑，联合利剑的军事的演习，今年原来是同款的名，联合水剑2024年 A， 所以会当讲是中国对台湾军事演习的代号这联合利剑2024年 A， 有人讲后盖还阁有这个 B 阁有 C， 但是咱会当看见就是讲有偌济的军舰，因的海警还是因的战机，以台湾这附近来包围台湾，来吓惊台湾。毋惊伊这台湾，伊这个咱的外岛，外岛当然是金门，以南部南方北方有这个马祖顶悬有这东引岛，伊的福建海警，原来伊的军舰，原来以这个东引岛附近来执行演习演练，你看，你讲看到倒手边这张来讲，伊的军事演习足靠近这个花莲港这花莲港、基隆港、甲高雄港，这个是封锁台湾最重要的3个港口这个是台湾内底对赖总统因就职演讲一般不管是这个民调公司，还是一般台湾的民众，因的反应，对台湾新的总统伊的就职演讲，以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有51%是满意，以这 TVBS 有53%是满意。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要来列数，有74%，还是64%，因拢同意这种的讲法。
另外 ，IPSO 是一个美国一个民调公司，以及台湾的分公司内底，伊然后来做民调，就是讲赖总统伊这演说内底有讲到国防爱强化，经济爱安全，量化稳定，爱有原则的领导力，还是价值观的外交，有差不多79.5%是支持，88.5%支持赖总统所讲的中华民国台湾的未来爱由2300万，歹势，这个减一个万啦，这个差足济啊，2300万，2300万台湾的人民来做决定。当然，中国伊介重要的讲法来讲，唔惊是2300万，爱有13亿中国的人民，是包括台湾人民做伙共同来决定啊。这当然了，咱是无法度来接受来接受因为这个魁北克，这个加拿大，伊要做这个公民投票，嘛唔是讲全加拿大的人民共同来决定这魁北克的未来。伊这个中国应急演习能力，伊这5月24，咱看见伊外口有中国的军机军舰的包围。5月24的下暗，伊这个立法院这附近有差不多10万的民众有那是包围这立法院。这个是过去5月23、24百几架的战机以台湾的四周围，咱会当慢慢看见就是讲，那种是中国伊对台湾的包围，那像是一种一个这个叫做枪马共款，这个 break it， 那就慢慢那就加到安尼两个都来会剑，将台湾一个北边一个南边包围。这个是2019年起，这个美国 Hudson Institute 因对台湾每一档因的军事的推演，编辑推演，落尾慢慢2021年开始，这个台湾受到中国侵略的一寡可能性，就变成足侪智库，因都来研究什么款的情形下卡。中国会用什么款的方法来侵略台湾？所以不管是这个路透社 （Reuters） 还是智库（CNAS） 美国，还是 CSIS， 还是这个日本，还是日本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还是这个英国 IISS， 还是美国的众议院，因都来做这个军事的推荐，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可能用什么方法来对付台湾？伊的想定去年伊一档来公布一届，去年10月就是讲空中加海的顶悬的封锁，还是有限武力，还是协迫的选项，还是空中加飞弹的攻击，还是这个两区来侵略台湾，另外一种就是讲对台湾的小岛，对台湾的小岛，唔惊咱头先讲到是马祖、金门、东引，还是这东沙当然有讲到太平岛，不过我个人认为讲是这顶悬东沙岛还是东引岛是较有危险性咱家己的国防部伊来判断中国对台湾可能的军事的行动内底有讲到封锁，还是这对台湾来打击、来占领的作战，还是反介入来反对，和美国无法度来介入来协助台湾。但是，咱最近有看到，差不多去年12月、今年1月所公布，美国甲台湾拢总有87位的专家，因的意见，伊的意见内底是讲，中国有几项
的选择内底，倒一种的选择是上有可能性？其中有80%，美国有80%，台湾有80%，认为介悬的可能性，就是对台湾的封锁，对台湾的攻击，美国专家是67%，台湾的专家有77%，所以这个封锁，会知安尼讲，是比台湾甲美国，的专家认为是较有可能性一个方案啦，但是咱阮爱知影，就是讲中国甲台湾，中国的军机都接近这个台湾本岛，咱的战机有当爱去拦截，爱经过，还是爱驱离，这种足接近军事以外的可能性，袂当完全来排除，所以这种军事以外的可能性，这种是北京甲台北都爱考虑，安怎来防止这种军事以外的可能性？再来就是讲一寡台湾本身，一寡民调，尤其是中央研究院后美研究所研究员吴建辉，甲咱今仔日的评论人潘欣欣，甲政治所的吴文清，因有做伙来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每一档。已经问差不多有3档4档，每一档拢来问足同款一寡题目，美国是毋是会来防卫台湾？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还是讲台湾毋是来挑衅啦，来一寡来挑战，还是讲家己来政治上互中国无度来接受，57.9%认为讲美国会出兵来协助台湾，咱讲台湾以政治上来挑衅，有41.6%认为讲美国会出兵来协助台湾，所以咱台湾本身的民众，原来对这个问题，原来有一寡因家己因的比较甲考虑，即摆就是讲，什么款的方式会当来帮助美国真正以台湾危险的时阵会来出兵，台湾是安怎来认知？虽然讲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讲过5届会来防卫台湾，高层的官员，以这个川普，以这2020年8月到9月。有来到台湾访问，但是过去将近4档，拜登政府并无派出任何高层的官员来访问台湾，咱看到，也是讲美国继续来卖武器予台湾，也是讲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讲美国的军机甲军舰固定定期来巡防这个台湾。其中咱会当看见，咱头先讲到第4种，有台湾的民众，因对美国是毋是会来有上大的信心，认为讲这个可能性有上大的增加。民进党的政府无论是蔡英文政府还是赖清德政府，我咧想未来的4档这个国防预算，以这种国际的经济的下骹，咱会当看到台湾继续要来增加国防的预算。台湾的民众安怎来看待咱本地这个兵役？为4个月来延长到一档，平均伊再分做两部分，30岁以上差不多有88%，是战前4个月变成一档，恁讲18岁到29岁，差不多74.3%，未做兵，拄仔要去做兵，阮也共款有58.8%，将近60%因是认为讲因赞成同意变成一档。赖总统
就职的演讲内底有特别讲到国防的部分，伊就讲国防的部分爱守卫国家的决心，提升全民保家卫国的意志，来健全国家安全的法治。爱积极来强化咱国防力量。咱的国防预算，即马差不多2.5%，占咱的台湾的 GDP 啊，台湾的 GDP 啊，咱讲差不多7000外亿、8000亿左右，2.5%。这个是4月20，英国经济学人伊一个图，这个图内底就讲问到16岁到29岁，咱讲你是毋是愿意来替你的国家来防卫，来拍拼，台湾是差不多超过77%左右，那其他的国家，我知影伊这个图内底，日本是上低13%，台湾伊这个经济学人内底70几，这是美国有做足济的调查，这雷根中心就是去年4月蔡英文总统去这个雷根图书馆，伊逐档都有做这种这个民意的调查。伊安讲台湾安讲受到中国的攻击的时阵，应该爱安怎来处理？是毋是派遣美国的航空母舰到台湾的地区，还是讲设立台湾这附近袂再有任何战机来飞行，还是讲来派美国地面的部队来到台湾本身来防卫？咱看去年11月，有46%是支持，35%是反对。咱讲差不多20几档以前美国的民意是足低，是毋是要来防卫台湾？拄全部到26%尔，这个防卫台湾有足侪种的方式，但是20档前是26%，罗比这个原来是美国一个民调的公司，就是讲咱讲台湾受到中国攻击的时阵，这个是伊这个2021年的10月所做的一个民调，差不多13.9%，因为讲美国爱甲中国来战争，但是大部分53.9%是讲认为讲美国甲中国爱用这个外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危机，这个是美国以台湾四周围军事的准备，这个是菲律宾卢宋岛的北部都靠近台湾，最近更重要，伊这4月来布置这个台风，这个一种中程，伊的射程是中程，毋是底是中程，的弹道飞弹，这咱中这张图会咱看到，就是讲以这个卢宋岛的北部来建立一寡军事的设施，军事的演习原来是这附近。台湾的东北部琉球群岛，不管是这个与那国岛，还是石垣岛，还是这宫古岛，慢慢有足济这个军事的布置，唔惊这雷达原来是飞弹。但是最近有一寡无共款的军事的想定咱头前有讲到，这张图有讲到，就是讲较早都想就是讲中国直接来攻击台湾，即摆慢慢最近，尤其是5月、6月，以这个美国的智库内底，因有这种无共款的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 CSIS， 伊就有这个集体。差不多7、8人到10人左右，就是讲中国安怎来激励台湾，激励台湾就是讲，安尼讲一寡咱台湾一寡进口甲出口，还是讲咱要去来补给咱的外岛，伊来地动，来对咱的船会当来隔离，
啊，另外一种是 AEI。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有讲到，协迫到导航，中国安那无战争，有法度来取掉台湾，哦，啊，个两个研究员，这篇文章呢是足有意思啊，吼，伊讲中国要来贺顺挤压，毋是要来占领台湾，吼，中国对台湾、菲律宾甲日本。利用借口来升高紧张，来改变现状，啊，变成一个新常态。这个2月14，伊这金门就是上好一个鼓励啊，吼啊，对菲律宾啊，对这个日本，吼，拢是共款。中国会当利用这个借口，吼 ，protect to escalate， 利用这个借口来升高，吼。台湾拄着毋惊即个直接军事的攻击，而且佫拄着佫较济无共款军事安全以外的一种的条件，叫做混合战。吼，毋惊中国的军队，毋惊中国的海警、武警、警察、武装的警察，还是海上的民兵。中国原来用经济的战争、心理的战争、网络的侵略。啊，个认知的作战，吼，包括资讯的作战，吼，来攻击咱的一寡咱的电脑，吼，还是认知的作战，来改变咱的头壳所想的，吼，啊，来支持一寡在地的协作者，吼。这个是中国的海警，以这个今年的2月，甲今年5月23、24，以这台湾东部，伊来演练。伊来驻留几工的情形，吼。台湾爱特别来注意，咱有几个海顶甲空中烟火点 choke point， 吼，这对咱台湾来讲是足重要，吼。毋惊配合台湾东引东沙，吼，几个所在，吼。咱这个是上落尾，吼，咱努力的方向。咱来了解语言的力量，政策甲原则是无共款，吼。无论美国安怎来讨论战略的明确，还是战略的模糊，但是美国都会争取时间来做足侪准备，吼。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毋是1对1，是1对1，吼。台湾甲美国甲中国要有接触，要有了解。还是讲无法度两边都来讨好的时阵，上少爱甲美国爱一致，互中国受到限制。最后一点是台湾的安全的国际化。吼，咱头先讲过，即摆已经有差不多40几个国家，将近50个国家，因来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甲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甲经济的兴旺，袂当来欠缺一个因素。所以我会观察吼到这个所在请各位指教，多谢。好，咱多谢林教授按下来请潘欣教授来做一个讨论。好，感谢后尾所的公主委研究员来邀请我今仔才有这个机会来。听林教授的演讲，才来分先线来甲各位报告我的一寡想法。首先呢，咱现主时咧台湾有一种讲法，就是讲你这个人哪遮尔爱讲战争，你是足想要真的心。我就感觉讲，我大家拢因讲你家己买保险，你是爱家己咧出代志心。我感觉讲林教授的今仔做的这个演讲上重要就是替咱的国家来设想咱的。政治保险是要安怎保？头一步咱都爱知影讲现主时的状况特别是美国是要安怎思考甲理解这件代志所以林教授首先就是甲咱讲台湾美国要保护台湾有啥物原因伫咧安全甲经济的理由咧利害的关系到底是咧倒位所以讲到讲美国保护台湾的政策，伫咧国内面伊会支持，国内的法律，还有美国伫咧东亚的盟友做一个
通过是要哪甲遮个东亚的盟友国家靠起来做建船、战机、战争的准备甲安排吼。啊，佫有谈判的安排。煞来讲，煞来伊就咧分析，咱来东亚吼，可能有2种的情势。头一种呢，就是战争的情势。那有影拍起来的时阵，咱是要了解甲分析美国的政府是要了解即件代志。首先伊就讲到美国甲中国大细机的比较来分析。吼，煞来另外一个美国政府会考虑的条件，就是世界局势。即摆乌克兰甲台湾要选倒一个，哦，好。煞来另外一种的情势，就是讲无战争，但是嘛是爱继续战。意思就是讲，中国政府敢有法度无用一礼拜庆忌，就互台湾家己的投降，敢有法度互台湾个迄件互倒？吼，即边有两种的林教授提出两种的两种的手段。首先头一种就是成本较悬的，甲台湾封锁。吼，这成本较悬，吼，这嘛是大概中国这个世界专家认为讲上可能发生的代志。另外一种的手段就是成本较低，混合战，譬如讲是网络来战争，吼。尾后林教授嘛提出讲，咱台湾分析了后，咱台湾应该要做啥物？吼，做3点，头一点就是爱增加咱的国防预算，应当开的钱就爱开吼，毋通减细条，到时阵再来开大条，佫无得开。吼，第二咧件代志吼，就是讲咱做兵的时间吼改一档。吼，咱应该爱为保护咱的家己的国家吼，都爱爱做的训练，都爱做训练。尾啊，就是咱民众吼对即件代志的了解，甲抵抗的意愿。我感觉林教授对即个战争，对即个局势分析吼，相当的详细哦，详细到有吼几只战船啊，几只飞行机哦，拢搁较足详细。我感觉这才是较现实，才了解，对咱吼准备吼才有帮助吼。战争吼是足大的代志，这绝对毋是时到时担当的代志吼。咱着爱量早做拍算。即种的计划，即种的研究吼，这是咱需要的。毋是讲咱中国要拍台湾哦，即件代志，毋是讲咱台湾人无爱战争、爱和平哦。咱家己讲着准算吼，咱袂使对现实的可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来提醒吼。这是无现实的。针对着林教授的演讲吼，我有3点的想法吼，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吼。头一点就是讲，美国敢会继续是东亚盟友的通过？美国在年底11月的总统大选，现主席有2位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拜登总统，伊即摆要争取连任；另外一个是共和党的川普总统。这2位总统的候选人，因的政策相当的无共。咱台湾若是毋管是倒一个美国总统当选，对咱的台湾命运拢有足重要的影响。咱是要安怎来面对甲处理可能发生的政策的改变？吼，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就是美国甲林教授来讲足侪情形啊。我感觉有一种的情形，咱会使来思考一下吼。美国甲中国若是有一天互相来参详，因有兴趣请台湾甲中国来签一个物件。签一个合约，咱敢会条约，咱敢会签？咱是要怎面对这种的压力？这个想法吼是现主席伫东欧乌克兰，伫战争，佫有中东以色列即摆经验来哦。这边的战争吼，现主席即摆佫咧战，这2边吼已经有人要讲，无咱来签下啥物物件哦，即件代志都准算的，大家退兵，毋是盖好盖环保哦。若是台海发生了战争，敢会有人跳出来讲，无咱无来签一个物件，签一个合约嘛退兵安尼看来也敢好？好，咱再来看中国过去的经验，中国历史经验，甲内蒙古、新疆、西藏、香港这4个所在，拢签过合约。咱若是有机会，甲这合约条约的内容提出来看。咱会使看到中国政府伫当初是印山印海，100项都应该好势啊。山明海誓，白纸黑字，白纸黑字签字管，佮当音啦，拢
全面拢做互到。但是到时阵呢，来反悔，讲话无灵就无灵，话无效就无效，这4个国家随着马上就会后悔啊，后悔就袂赴啊，那现主时咱台湾咧做上新的民调，发现敢若9%的台湾人相信啊，中国政府是有信用的那但是这是无发生战争的情况情形，咱的想法，若是发生战争咱是要处理这件情况咱就要提早做准备特别是即马美国无参要内底讲叫台湾来签若是美国参要内底来签，咱应对这个压力是歹芳。最后一点美国民意的重要性台湾做到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爱较要互人探听在美国的法律的规定美国总统拜兵前48点钟内底爱通知咱的国会，国会若是无同意，上济美国军队90天内都爱退兵。国会若是有同意，美国军队就会使继续战。但是实际上，就实际上美军伫要经偌久迄是美国的选民来决定的美国的选民当然嘛考虑足侪的条件啦。头一，但是有一个条件是咱台湾人会使做的，就是探听台湾人有做啥物代志保护咱家己。台湾人敢有出钱保护因家己？台湾人敢有出兵徛起来保护因家己？出钱出力咱台湾人若是规组放去放互烂，美国民众是要哪想因的想法就是讲头先，伊派美国的军队是冒着性命的危险来甲台湾斗相共你每一个人拢是美国人的子弟咱嘛知影美国人惜皮。惜啥？惜性命，迄是足惜的。因会想讲恁台湾人哪会使就抓互美国人来战死皮道友无死皮道。第2条战争本钱上重。逐箍银拢是美国人落的税金美国人一定会想你台湾人都毋甘要出这条钱去保护你家己为什么咱爱出这条钱来保护你这个钱来补助美国学生囡仔食豆免钱，毋是介好咱绝对袂使互留即个话，啥物拢无做，留即个话互人安尼，互人讲，爱留互人探听战争是足残忍的是咧比手骨大细机咱台湾手骨较细机袂使因为安尼都放互规组放互烂咱无帮助咱家己咱就绝对无机会争取别人来甲咱斗相共。嘛袂使靠说美国手骨较大机咱就安尼规组放互伊就做互伊替咱战以上3点请各位参考指教，多谢。好，谢谢。好，多谢潘先生潘教授咱即摆现场要有时间看各位有啥物问题咱会用提出来讨论来，好，请。我号做陈依如，我是一个研究法律的人。我的台语毋是就练长的，所我惊我的听无，所以我有准备一本林教授的册，即个号做《台海上危险的所在》。今日老师讲就侪。毋管是关于甲即个美国的法律伊的政策有关系的代志，阁有中国对台湾的足侪行为。我是想要问一个问题是，甲你即本册出版的时阵较有关系的是，就是关于。南海的代志，你有讲到2件代志，是我感觉阮会使甲即个题目上搁再讨论的。
我就古来咧讲诶，若是无标准，你就较包含诶，嘿，这问题是老师你会安怎想参像美国诶这印太战略，还是美国甲其他盟友诶关系？参像你拄则讲，日本甲菲律宾拢有足侪这安怎讲？拢甲这代志有一个想法，所以若是安尼讲咧，美国诶策略嘿，安尼毋是，就是毋是干那针对台湾，是美国安怎甲其他诶国家合作安尼。另外一个问题，我是想要问，就是你伫即个册内底有捌讨论讲迄有关于法律战安尼诶概念。啊，我是想要问讲，就是你拄则讲诶，足侪即个美国诶即个法律，那呢来我可以讲国语吗？我是想要问讲，像即个来仲裁，还是安尼联合国诶法律国际法安尼，敢会使美国诶即个角色，啊个有中国对即个来继续来安尼讲，美国来你规定拢你家讲，我就无认同安尼。感谢。好，无问题啊，咱林教授拢听有啦，哈。好，来，咱现场来，过来。三位教授恁好，我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伫台湾的记者吼，我做廖宗翰。我问两个问题，分别请教林教授甲彭教授吼。头一个问题是林教授拄则伫演讲上尾有讲到讲，台湾其实应该爱甲中国甲美国拢爱有接触甲了解。咱看到赖总统即摆接受即个《时代》杂志的即个专访吼，针对即个中国甲美国，伊拢推出一个讲法吼。那包括对中国的部分呢，是共款去提到讲，即个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互相的历史吼。但是呢，伊嘛提到，伊嘛讲到讲咧，即个繁荣的台湾会当即个帮助即个中国的进步啦吼。另外针对美国的部分呢，伊是提到讲，即个萧美琴副总统吼，是即个台湾甲美国真重要的即个沟通的一个人物啦吼，嘛得到美国信赖。伊嘛讲到即个台湾的半导体即个公司的分布吼，其实政府是即个尊重吼每一个即个公司的选择，所以我想要请教的是讲，恁安怎看讲即个赖总统即摆伫即个专访内面吼，针对中国甲美国伊传达什么款的即个讯息安尼？这对于接落来即个美中台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吼第二个问题请教即个彭教授，是即个教授拄则有讲到讲，若是讲伫个战争的发生的时阵啊，美国甲中国来要求讲台湾来签一个协议，要安怎？咱看到讲过去8年，其实台湾甲中国是无即个沟通的，应该讲官方无即个沟通的即个管道啦吼。咱基本上过去8年是靠美国来甲北京来沟通。恁安怎看讲即款的方式，这对台湾的利益敢是好的？吼，以上两个问题，感谢。好，咱要其他有相关系问题来。你好，我叫江柏豪，我是一个兽医。我台语嘛袂啥认得啦。我是第一届来中研院我毋知中研院的立场是啥物，因
因为咱即马迄个立法院的即个乱象，吼，即个法律啊，吼，即个要安定吼，嘛影响到咱即个台湾。因为我看咱这个系列讲座，我看这主题都没有谈到我们国内，就是国内的立法，就是无讲到咱在台湾这内底诶乱啦，因为这个嘛是一个乱象安尼，而且还有这个咱遮伫咱这中研院出身的迄个研究员啊，我莫讲啥啊，吼，就是我毋知咱即两位教授敢有啥物看法，就是咱对着咱立法院的这个乱象，咱一般也是讲迄个学者啊，会当做啥物代志安尼，好，谢谢。伊若要乱，咱若无法度做啥代志吼，凡事就是无重要嘛，所以阮就毋免去管无啦，这我看即两个教授针对拄正的问题，会用做一个整理我看林教授你先我是毋是会当针对头这所提出一寡意见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美国11月初5有这个美国总统的大选这个拜登甲这个川普，即马是足接近。会知安尼讲就是讲，无人敢讲倒一位会当变成第47位的美国的总统以这个可能50州内底，可能关键关键一个是威斯康辛州，另外一个是宾州所以就足侪拢讲到，都有可能来讲270张对268张的选举人团票川普伊有一个 Agenda 47，伊有讲到足侪伊的想法头一个潘教授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美国是毋是有法度来团结东亚的国家，不管是日本，不管是韩国，是毋是川普恁讲佮继续来转去到白宫美国是毋是改变过去4当拜登总统伊的一寡政策我是认为讲，伊这部分伊这个印太战略应该是袂怎么改变，因为印太战略盖代称是为川普来提起川普对中国这个高关税，阮也继续以这个拜登的总统4当都继续来维持以这个 Agenda 47会知安尼讲是讲，为川普家己讲出来的话，伊有足侪当是对中国有一种毋惊是惊吓，而且是应该爱去来防止，还是爱吓阻还是爱做怎么款的方式所以包括着中国与美国买占济的土地是毋是以这个美国一寡基地的四周围，还是中国对美国的一寡投资这投资足侪部分，因是拢认为讲应该爱禁止爱来取消对中国最惠国的待遇所以对川普来讲，伊一定原来是共款，互美国继续过来伟大mega就是讲，互中国无法度来挑战美国这是第一点，就是讲虽然讲美国甲欧洲的关系可能有小可改变，但是咱看见这个欧洲议会选举这个右派的抬头我那是对欧洲甲美国，还是对中国来讲，因为中国伊最主要的是要来分化美国甲欧洲的关系。第二点就是讲，讲台湾有发生战争危机
台湾的内部，还是讲美国甚至会当来要求台湾爱来考虑，考虑甲即个中国爱来签约和平的协约，咱就好似即个泽连斯基伊拄着一寡物件是为美国来的，而且其他国家要求甚至20%乌克兰的土地来让步，会当来早来下着即个和平。我感觉台湾甲即个乌克兰是无啥物共款啦，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屿，伊即个乌克兰伊即个战争以后700几万到800万一寡难民来逃出。我想讲台湾即个岛屿，安尼讲台湾发生啥物代志，大部分的人都以即个台湾，所以有一本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这 RAND 这个 Timothy Heath 伊做的研究，就是讲台湾的抵抗可能比足侪人所想象的会较长、较久这个当然是因一个集体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有大篇的，有小篇的文章，伊就讲着讲台湾的人民甲台湾的领导人是足大介重要的因素，但是这2点以外，美国是毋是会当来协助台湾，原来是一种足重要的因素两岸和平的一寡协定，这种可能性对于是这个和平的时站，这个和平协定这个和平协定有2种，一种是和平的时站，另外一种是这个战争危机还是紧张这个和平协议。但是因为咱以这个2020年、2021年有这国家安全法的修改，即马要来签署这个和平协定，会再讲是法律有足侪要求毋仅以咱的立法院，而且还有全国人民的国民投票，所以这个和平协定的可能性，我是认为讲可能性是较低而且这个是违反美国本身对台湾6项保证其中的一项，伊无来互台湾任何压力，叫台湾一定要来甲中国来谈判另外一种就是讲，我若同意潘教授所讲的就是讲咱台湾可能家己阮也爱有一寡准备袂当完全拢靠美国人美国人因也有看因最近5月2应该安尼讲，就是讲1月开始这选举以后咱的立法院伊的进行的定数咱看起因美国人计惊是惊讲咱的国防的预算是毋是受到影响咱知影过去这几冬咱的国防预算8冬都无受到啥物款的影响，所以因即马就是讲有这种考虑，就是讲是毋是反对党袂使讲是反对党因是多数党以这个立法院内底是毋是会当来背过这个国防预算对美国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对美国伊介重要就是讲伊来办战台湾，毋惊是这军事的武器，毋惊是这个外交。我感咱头先有讲到这个国际的话语权 discourse power 这个讲什么款的话，这足重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因有双方还是三方还是这多边的联合声明，因都有讲到来强调台湾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这个是对国际社会的安全甲经济的兴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按讲一个国家，法国的总统，伊较早捌讲过这种话，当伊讲到甲这个路线
即个立场无共款的时阵，伊会受到足大的压力。就那像马克宏，伊这旧年的4月所拄着，拢完全是共款。所以有40几个国家，即摆变做50几个国家，按讲共款有即种立场，即种立场是毋是咱变成一种一个默契，还是讲变成一种即个惯例？国际化的惯例，即个变成一种对中国的限制，所以中国原来是对这方面原来是做注意，头一有提到是讲，即个联合国会当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咱袂使讲联合国完全都无可能以台湾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即个甲中国还是甲台湾，是毋是联合国的会员，无完全100%的关系。伊这1954年甲1955年，中国抑个毋是联合国的会员，但是联合国、英国、美国甲纽西兰提出安理会一个决议案，这决议案就是讲要求美国联合国的秘书长爱来提出来降低、来缓和台海危机的决议，爱这联合国的秘书长爱想出一种的方法，所以这阵这个 Operation Oracle 这个甲骨文还是这种神谕的代号，这个决议案原来是足重要这个联合国有可能以这个台湾来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唔惊这联合国东协，伊这2022年，台湾唔是这个东协的成员，以这个8月7日的下暗，这个东协的国家10个国家本地是拢无爱插台湾甲中国一寡争端危机，但是因来发表联合的声明这联合的声明内底有特别讲到，就是讲到东协10个国家愿意来扮演以这个区域这个和平重要的角色，会当来提供美国甲中国来讨论甲台海有关的情形。所以一寡国际法也是咱即马所惊的，就是讲中国慢慢以这个联合的声明内底要求其他国家，讲联合国大会于1971年10月有这个2758号决议案，而这2758号的决议案已经决定就是讲北京意思就是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参加这个国际的组织，以这个2758号决议案已经做了决定慢慢搁来拓展到其他的国家，讲你爱甲台湾来断交。因为这个2758号决议案内底有安尼决定，这种完全是北京的讲辞，美国并无来接受甚至中国北京伊所讲的开罗协议，按讲咱看过开罗协议，1943年11月，大家咱会当个继续来看就是讲又讲到台湾甲澎湖，以战争以后要来归属中华民国，毋是中国是写中华民国所以中国当时认为讲这个伊是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理事会的成员，会当来变成一种较大的声音。不过，咱知影就是讲，中国以这个罗西亚来侵略这个乌克兰以后，中国以联合国大会足济届投票，伊当是占少数比方讲有40个国家来弃权，中国就弃权，其他差不多140几个国家都是赞成来谴责这个罗西亚来侵略乌克兰，但是上多数并不是中国的立场。最近6月12、6月11左右，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国对罗西亚国防企业的援助，我拿对中国一寡企业甲个人来
制裁。上尾就是讲台湾是毋是这联合早报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台湾与美国甲中国会中要扮演怎么款的角色？我想讲5月20日，赖总统应该是讲足清楚，互中国北京连这个时间来观察，还是讲来阁有预望，是毋是会当更加冷的的机会都无这种就是讲对台湾来讲，就是讲无释放一种互北京来误解的空间呐。当然台湾受到压力有足大。5月23、24，中国慢慢来进入咱的这个24海里这个临界区，这个是种足大对台湾军事的威胁，但是赖总统伊这个520，伊讲这样清楚以后，我咧想讲后届，搁要未来4冬，伊也能讲搁要讲这个甲这个就职演讲。更较清楚，更较进一步去挑衅的空间，原来是毋是讲独这？第一赖清德总统毋是第一届执政的民进党的政府，咱像陈水扁总统同款。虽然讲陈总统甲蔡英文总统北京有无同款？2000年是听其言观其行，2002年。是未完成的答卷但是台湾要足谨慎言语有足大的力量一句话讲了好势，人讲你是有一个智慧的领导人这个蔡清德总统有讲到，有一个原则的这个领导。两化的领导人，当然来把握，袂再讲一届，甲第2届就无共款，第2冬就无共款，所以恁讲继续以这个中华民国宪政，还是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来隶属，去继续讲，这个完全拢甲520共款啦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讲这520的演讲，既然讲台湾内部有一寡超过50%都是支持，咱原来爱考虑到讲，这个中国原则，这已经过去啊，原来爱考虑讲，以这个9·2共识来谈判的时间，对北京来讲，原来是过去啊，北京是毋是讲爱采取一寡无共款？对台湾较有效新的一寡策略，即原来北京原来爱合适，所以合适毋仅是台北，我讲北京原来有需要合适，因为这个世界已经甲中国所想象的世界完全无共款，伊会受到足大的压力，毋仅伊即个拜登，我咧想川普，反正大家去看即个 Agenda 47，讲足清楚讲足露骨以上。好，潘教授。好，感谢联合早报先生记者先生这个提问首先中国甲美国确实即嘛还袂讲到要签什么签约啦，但是台湾已经早就有人在画所以咱台湾的内部已经有人在讨论这件的代志根据我个人做的研究台湾差不多20到25%的人想要签约。就算讲即个条约有到台湾万百项都爱让步咱嘛是有即个比1/4甲5/5的人想要签啦美国的学者学界即马嘛是有人咧讨论即件代志特别是有克兰甲以色列这两边已经站起来人已经咧讨论讲是要签啥物对签啥物，自然都有人想讲无台湾嘛。未见，无看卖要签无，签看卖无
看讲签落就袂战争，吼。啊，即马是无战争吼，咱感觉讲无需要来签吼。到时阵有战争吼，局势较紧张的时阵，咱的民众有啥物反应吼？咱即马就爱拢早做准备，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咱有11%的91%的台湾民众感觉讲吼，中国是无信用的，但是1%甲1%的民众，煞来讲是要来签啦。表示讲，咱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感觉中国无信用，但是要博一个，嘛是爱来签。吼，即种的想法，吼，到时阵啊，压力上大的时阵吼，敢会有偌济人会赞成即种想法？咱来继续来注意来观察吼。啊，另外一个问题，敢会使请你讲一下？我无听到介清楚，是沟通的沟通。就是因为即马过去8年内面，台湾甲北京其实是无沟通的官方沟通的一个管道啦吼。基本上拢是靠即个北京甲即个华府来做即个沟通。恁安怎看？就是讲敢若靠美国来甲北京来讲来即个沟通，对台湾来讲，敢是一个有利益的代志？我看这个问题，敢若是林教授较适合来有回答。我咧想，美国甲台湾当然即个交流沟通是较济啦，吼。美国甲中国诶交流甲沟通，以过去一冬以来，吼，以这气球事件以来，原来是足济啦，吼。当然讲，美国甲中国因当会讲到甲台湾的议题有关系，吼。但是咱原来爱知影来讲，咱对中国的一寡知识，也是一寡交流，吼，并毋是讲完全都无啦，吼。咱对中国的投资，中国甲台湾经济。吼，也是咱足济，吼，每一日人民甲人民之间的交流，吼，学者甲学者的交流，原来是足济，吼。中国伊一定都想要知影，伊过去要了解台湾，所以较早以台湾的内部，可能伊无共款的城市，有设立一寡民调的公司。还是公关公司，好来调查这个所在、这个地方一寡民意的发展，吼。我咧想中国原来是共款啦，有需要知影台湾这个民意，吼，所以原来爱来接受一寡无共款的改善，吼。中国伊最近有这个海峡论坛，吼。甲即个科学家有即个紫金山论坛，吼，甲即个国民党过去有即个高共论坛，吼，上海甲台北有即个宣城论坛，吼，足济大学甲大学有即个交流，会备忘录，吼，所以中国不管伊怎么喜好，伊若讲真正要来了解台湾，一定。一个手机下起来，直接就靠台湾一个学者，还是咱台湾的学者，要知影中国伊的想法，一个手机直接唔惊电话，还可以视讯，会当来了解一寡交流意见，对方的想法。这个是当然甲政府是无共款，但是伊这台湾甲中国是足无共款一个情形的下骹，吼。学者也是即个一寡收集来的一寡知识资料，原来有可能变成是即个政府来考虑一个方向啊。所以毋惊是完全靠美国来沟通啦，吼。但是我是希望吼，希望讲即个中国的领导人。伊应该有较开阔的想法，吼，因为差不多20年以前，即个海基会甲海协会，虽然讲是民进党执政，
但是也佫有足济也佫有足济交流。过去这8档外，虽然讲是21项的量化的协议，无有即个工作小组固定的会议，但是也佫有足济咱通知互中国知影发生啥物代志中国不管有回答还是无，因会当做因家己应该爱做的代志，互应该爱来台湾的赶紧会当即个手续出紧，互因的人会当来到台湾所以虽然讲台湾即马甲中国是军事有点要紧张但是军事以外，我咧想北京的策略就是愈济台湾的少年人，愈济台湾的社会团体，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基站，这基站就是讲，咱知影这个量化论坛有这个文林馆的馆长，要去到中国大陆，也佫有其他一寡团体，这种的交流，咱阮若爱知影，就是讲所有的交流，你都爱有谨慎，尤其是讲你受到人的招待，你一定以别人的场地内底，毋是你100%你家己自由的意志，你有足济即个诱惑，还有足济的压力，这个压力可能有形，有时候是无形，有当人的国歌，你是要徛起来，人的国旗，你是要抵御，这拢是咱台湾爱考虑一寡交流的原则所以台湾甲中国的交流可能是比美国甲中国人民甲人民的交流更较济我来补充一项我知影新加坡咧历史上常常咧做台湾甲中国之间的雕人来瞧足侪代志的咱嘛知影新加坡打换总理黄顺才总理，咱看新加坡政府公布的资料咱看到讲这新任的黄总理伊的外交的经验国际关系的经验敢若是较无安尼，所以讲阮即马较无确定黄顺才新加坡的黄顺才新的总理伊是安怎思考即件的代志即马咱无详细资料会使会使来做判断所以来看，所以咱来继续来看，豆来看。好，咱即摆现场还佫有啥物问题会用紧遐一个两个好，咱佫进两个问题。好，蔡教授。多谢，我是蔡明忠，我是在做研究啦。头大家拢咧讲含大陆中国签约敢有可能？我感觉你若看历史国民党较早嘛下面签足济，基本上拢巴拉票无效迄拢巴拉票。我感觉上界重要就是讲咱台湾家己的准备啦，对陈水扁总统、蔡英文总统拢一直咧做这方面的准备。台湾的迄个实力爱加迄个加强基本上大方向是安尼啦。但是我即摆就想要问的是，毋是咱这个赖清德总统伊家己的想法是啥物？是毋是为倒一方面来加强台湾各方面的迄个准备那么一旦有啥物代志发生迄当阵，台湾要哪回应台湾要哪回应那我想这个问题，林教授一定是国内的专家，想要知影伊的意见。多谢。好，来继续。喂，你好，我是住伫日本的台湾人，即个我有机会，我想讲，对我来看，其实中国即马伊无要放弃讲占领台湾，所以其实对我一个住日本的台湾来看，中国即马逐工就是对台湾咧认主作战，一定是一个战争的状态啊。可是台湾人可能无迄个感觉，
咱有个人会认同是中国人，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台湾人。所以政府咧讲维持现状，莫甲挑衅。问题是，你若厝边带一个罗马，这个罗马看你袂爽，讲你甲我挑衅，你甲我看者，你还甲我认。其实，这个话语权、解释权 （discourse） 毋是伫咱身上，是伫对方身上。因为咱无要甲侵略，咱对伊无战争的意思。中国对咱是要占领台湾，当作咱台湾的一部分。所以，对这个所谓的战争是现在是隐形战争的这个，所谓咱台湾人搞什么会当教育咱的民众的，还是讲？对伊来讲，可算讲伊是罗马，你要甲好啊，带做伙，带厝边。问题是，爱知影讲，这人是罗马，伊可能有一天我头过，就是要甲你架死啊。所以我想讲，对即个民众啊，即个方面，有啥物方法会当互大家较知影讲对即个伊个意思，好，这是我的看法啦。好。咱现场有其他的问题无？好，无咱就请两位教授上尾几分钟来做回答。蔡教授伊的意见就是讲赖总统伊是毋是有做一寡准备啊？我咧想，就是讲。即个那像一个要考试的学生共款啦，即个总统原来是一个学生，原来爱学习，伊可能想着足侪题目，要考试的题目，但是这答案可能原来有想着，但是咱考试有题目有答案。这对一个治理一个国家是抑阁无够，因为一个答案要有足侪具体的行动。我讲台湾是题目有想到，答案原来是有，但是这具体的措施行动来协作合力，爱安怎去做？我讲是足欠缺，因为咱一个想到一项代志。有可能是足侪部会拢有牵涉到，毋惊一个演习尔，演习抑阁是一种军事的演习。民防是民防无毋对，抑阁有其他，即个网络的问题，所以对赖总统来讲，伊有需要有较侪人来斗相共。这斗相共毋是政府，这个政府以外其他的非政府、民间的团体，我讲咱拢爱来斗相共，并毋是来斗相共这个民进党的政府，是来斗相共这个台湾这个岛屿咱的国家，因为咱所受到是这个威胁是为中国来的，这中国来的威胁毋仅是对这个民进党，原来是对国民党，还是民众党，拢共款啦，拢是会受到这威胁。我是认为讲爱怎么款的方式，就是讲赖总统介重要，就是讲伊上少，伊有美国的支持，美国会当100%，还是90%。会来甲台湾徛做伙，或者中国大陆、中国还是北京，永远都是变成这个世界文明的少数。伊对台湾的霸凌，大家都看得足清楚。虽然讲有足个国家无法度来支持台湾，但是我头先讲到，有差不多50个国家，已经因的先进民主的国家。欧洲联盟，澳洲、纽西兰，因拢是来支持对台湾，最重要就是讲，咱看见日本甲韩国，
因最近拢有来讨论一项，台湾有代志，是毋是日本阮也有代志？还是讲台湾有代志，韩国是毋是阮也有代志？结果内底伊的物件一项年度的民调，而且韩国本身有45%，就是讲台湾有代志，即个韩国的政府应该爱来协助美国政府来对应台湾所处到的一寡危机，爱来帮战以即个后勤军事的后勤，来帮战即个美国，而且日本上少超过55%以上，毋惊提供即个基地，另外个提供美国有法度以即个琉球群岛会更放较济一寡飞弹，还是一寡材料以即个所在，所以对赖总统来讲，伊的智慧啊，我感伊的智慧是一种的力量啊，毋是讲即个用语言，就毋是靠嘴讲，就毋是力量一句话讲了真好势，咱像金苹果落于即个银芒内底有影咱的指头会当比即个拳头的力量更较有力会当拍破即个拳头，所以中国占大，军事占强，其他国家可能会惊吓，但是其他国家原来会当联合起来就咱像美国所讲的。伊的 GDP 也是讲联合其他国家，就超过50%以上。中国永远无法度来强过美国甲其他国家。因讲中国要来霸凌还是侵略台湾，我感美国伊安讲看起一个负责任的即个赖清德的总统，还是负责任的台湾，因家己有拍拼。我咧想，为着美国国家的利益、军事的利益，惊互中国入去即个西太平洋，我咧想，美国会想到家己的利益，美国的利益是日本、菲律宾甲台湾利益，所以伊即个所在，我是认为讲，咱爱个继续乐观，但是袂使讲家己的责任拢送互别人。黄教授。这位听众朋友提出来问题我感觉是头一步上重要是要先了解譬如讲参加这个讲座就是上好的第一步咱咱煞阁有12场的都爱继续来参加。咱后一场是7月12号的日子站王主委研究员来主持这场嘛是对咱这个题目对咱继续了解在台湾的情势是最有帮助的。咱今仔日安尼算真顺利多谢大家来参加阮未来即个半年要有即个12场的演讲安尼无咱今日到单好，多谢。